湾话艺术水阁好，阁将解说两句话和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。好评，咱来研究一部四句连七字啊，叫做“烟花女配夫”。第一可怜落烟花，说出三声无答话。不愿烟花穿丢软，甘愿嫁翁较长门。丢软。国情啊，咧听四句连，有当时我真正唔知影意思。到尾啊，我拢认真去编早前的字典，才发觉讲，原来大日大词典内底都有记载。因为日本时代这句话定一定都有人咧讲，丢软就是高级的布料，有影啦。烟花花景所穿，唔是干那高级的布料尔，食好，困好，正人铺坦，下定，烧钱要来点咱的台，咱无嫌嫌。所以四句连才会讲唔愿烟花穿丢软，啊，阁有哦，烧钱要来点咱的台，这人有几个是真心的咧？四句连阁再讲，阮也有想要吼高成冷，唔是无想高温情。你若对我有真心，我伫烟花中你无嫌我是簪花白柳，我有半世人，互你成冷甘好。成冷这两字又搁安怎有解说？我哪去变？原来早前书典都有甲咱解说讲，成冷就是接纳，就是承受。你若无去嫌我，下半世人咱来做伴，我来看你食青，互你成冷，好也毋好。原因就是我谈烟花中间，烟花一路上野咱，风花雪月一时间。烟花已经上野咱，这两字野咱，少年辈原来看得讲，野就是已经野线，咱就是已经过了咱了。无论讲正人安怎样，甲咱包围，甲咱拥护，我已经拢无欣赏这款的生活。所以花景到这讲倒长，甘愿嫁翁较久长。倒长，就是条件讲得清楚。未来大家无尻川后话，花景到这讲倒长。简单讲，你若有想要成冷后半世人，我要看你食青。花景你就要替我赎身，条件爱甲人讲倒长。这句倒长，我咱即马社会有当地啊少年家较无咧讲，但是大日大词典内底原来有记载，就是到这条件讲得清楚，讲得完全，安尼叫做倒长。